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播客。今日我哋要傾下一個非常美麗嘅話題呢。冇錯，呢個可以關於日本秋天漫天紅葉嘅季節啦。進入10月，天氣嘅變化總係讓人充滿期待。冇錯，不過今年好似有啲特別啦。發色殘值是被抱住小白旅遊了卻無從收穫精彩每一天。聽講日本氣象公司又發佈咗佢哋嘅最新紅葉預測。係啊，呢個已經係佢哋第2次更新報告啦。仲話今年嘅天氣可能會讓紅葉稍為嚟得慢一啲呢，真係非常期待哦。根據預測，今年9月到10月嘅日本氣溫會比上年偏熱，不過到11月溫度就會變得比較正常啦。所以紅葉同埋黃葉嘅整體趨勢會稍為慢一啲。尤其係喺北日本同埋東日本嘅山裏面，觀賞時間會從10月一直延續到12月初。咁平原地區嘅呢，會受影響嘅。平原地區嘅紅葉一般會喺10月底到12月初最靚，具體時間要睇你喺邊個地區啦。大城市方面亦都有預測啦，譬如東京、京都。冇錯，比如話東京嘅紅葉會喺12月1日左右到達最佳觀賞期，比平常稍慢幾日。京都嘅紅葉亦都會推遲到12月12日，哇！嗰時真係會非常之靚。好多人都好愛札幌嘅山紅葉，不過你知道咩？今年預計會推遲到11月9號，晚咗12日。真係值得等待嘅美景，尤其喺咁多美麗嘅地方，真係俾人期待不已。呢個週末你係咪都喺度揾一個完美嘅賞楓地點而煩惱呢？確實咁，所以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啲日本最值得去嘅賞楓勝地，俾我哋一齊踏上秋天嘅色彩之旅吧。首先，我哋嚟講下北海道嘅大雪山，呢個係個觀賞紅葉嘅絕佳地點，尤其是喺黑岳去十勝岳溫泉。呢一度距離上富良野町只有短短嘅20分鐘車程。同樣亦都係北海道最早能夠睇到紅葉嘅地方。如果喺10月初去，仲可以參加當地嘅紅葉祭哦。對於中意健行嘅朋友，層雲峽嘅紅葉谷亦都係不容錯過嘅。除咗北海道，東北地區亦都有唔少好去處，比如八甲田山脈。月山都係個唔錯嘅地點。最後不得不提長野縣嘅幾個好地方：千蝶谷、高海拔嘅觀景勝地，沿住步道或者索道，隨處都係令人平息嘅美景。每個地方都有佢獨特嘅魅力。係日本嘅西部同東部，到咗10月，卻依然有唔少炎熱嘅日子，氣溫竟然能夠達到30度呢。尤其係喺東海地區。哇，仲有咁嘅情況。名古屋、大阪仲有廣島嘅最高氣溫都預計會達到30度，高知甚至仲會更高。而日本東部同西部嘅高溫會持續一段時間。呢個時候要係喺戶外活動，確實得多加小心，注意防暑。咁北海道嘅情況呢，同本州相比，會唔會涼爽一啲？北海道嘅天氣就有趣得多啦。雖然氣溫會上升，但整體仲係有秋天嘅感覺。札幌一帶嘅氣溫預計亦都會超過2度，但天氣相比要乾燥唔少。睇嚟北海道仲會迎嚟秋天嘅降雨。係嘅，下個禮拜初北海道會有冷風過境，帶嚟降雨，氣溫會隨之下降。喺10月9號左右，甚至會有零下嘅冷空氣進入北海道山區，可能迎嚟初雪咯。哇，咁真係要注意防寒啦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能夠根據呢啲氣象資訊，都能有一個愉快而充實嘅賞楓之旅。